我再说一遍大家好，要说的大师就来到你们家里，就是那个一周那个教导，带你们到那个永阳那个生命那里，就是那个上帝的那个好处。今天就是那个第20课的教导，那个题目的就是上帝有上，而这就是要说那意思就是什么呢？上帝生于儿子，这个是可能的吗？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证明呢。我再问大家好，要说的大事，现在我们看一下那个第20个我们来证明一下，按照那个上文的这个上帝上儿子，然后又来证明一下看不见的那个东西，因为有人提问的问题我必须做他们慢一下，为了他们那个能听第一件事儿，第一个证明。如果说我们要证明的话，这个要说是上帝，那第一件事先来说一下这个上帝上儿子呢，你们不认识他，如果他还没来过在这个地球上，那有没有那个上文就说过了，他必须来这里，或者他的那个路程在这里，说实话有我们就必须开始从那个限制的话，和律法和那个诗篇那里，因为按照那个犹太人的话就。律法、诗篇和先知都说了，因为先知在那个诗篇上也说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上帝的话，就说了这个上帝有没有生儿子，这个是可能的吗？那我们上答复你们说有他生儿子，这个是可能的，这个是真的。那我们看一下诗篇，我们看一下那个诗篇第2章，上帝的有没有生儿子？对，烧高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在这里上文字是一致的，你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子起你为天长。大的儿子，这个就是为了那个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然后将地基赐你为天长。那上帝就赐给了他的自己的儿子，只给了那个文本人呢，然后将地基赐你为天长呢，意思就是那个到那个地球的那个尽头那里。那我说的话，我们必须做证明，按照那个律法、先知和那个诗篇，因为先知就是那个摩西那里说过了先知也在那个先知的话也在那个诗篇上那里说了，以赛亚书第42章。
以赛亚第42章第6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读一下那个先知的话和这个东西有没有联系呢？我们来就证明一下，这个不是随便找的，这个有联系的。他就是那个当文巴人的那个主文。我要把并供应少找你，比丈夫你的手保守你，是你做中命的中保，做文巴人的光。那在这里，上帝也说了，那中保扬文作乐，然后做文巴人的光，这个就是谁呀？这个就是要说。那他就那个来到文巴人的光，那文巴人多不会再犯罪，那人多就得到了那个玉从那个天上那里。我们再强调化一下，也是以赛亚第49章，以赛亚书第49章，第49章第6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是雅各中之败。复兴是以色列中的宝藏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文巴人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在这里也再说一遍了，就是那个要使你做文巴人的光，然后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文巴人多见到他了，那这个现在就是开始在那里，就在马达加斯加这里，那这里的人多就变成上帝的孩子。那在这里就按照那个上文字，他被伤了，他所上的时候就知道地基那里。我们再念一遍了，说烧高这说，我要转生至，要把针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救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疆场，然后就往直到那个地基那里，那大就是那个这个全世界的那个救恩人嘛。那按照那个上文字，上帝的话就更难的，他就是那个为了文巴人的光然后直到那个地基那里，按照那个以赛亚书那个第49章第6节，他就是那个救恩直到地基那里。那在这里我的答复就这个上帝生儿子为了文巴人的光叫那也是那个救恩直到地基那里。那他们那里想过了，上帝没有生儿子。我们再看一下别的那个咱们呢，按照那个诗篇第82章
诗篇第82章第6节，我曾说你们神，我放大一点，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那上帝生儿子了，真的，他生儿子的时候，那他的儿子也是上帝，因为上帝生过他了嘛。我们那个再读一遍，但是由于那个法语上进呢。我们再看一下，我曾说你们是神呢，都是至高者的儿子。那上帝生儿子了，按照这个诗篇书，你们都是神呢。你们都是至高的儿子，那很清楚了，上帝生儿子了，按照那个上文字很清楚了，因为上文字说定了，你们都是至高的这的儿子，因为上帝生孩子了，自动的话，他的那个孩子都是。也是上帝。那我们先看其他的那个上位子怎么讲的话，这个按照我们的那个题目啊，那上帝的按照那个诗篇第82章第6节啊，就强调证明呢，他生儿子。时候就他的儿子也是上帝，因为他说今日我生你，牛生的时候，他的儿子就是那个牛人生的时候，他的儿子也是人呢。那上帝生的时候，就他的儿子也必须是。上帝，这个就是那个特别好的东西啊。我们看一下别的话，我们再看一下那个诗篇第2章第7节，我们再读一遍啊。诗篇第2章第7节，我们再读一遍。我要备注一个东西一下吧。诗篇第2章第6节到第7节。不好意思，第7节到第8节。祷告者说：“我要装。”甚至亚巴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我今日生你，我就将列国赐你为接将第几的你为天成第9节呢？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呢，你必将他们如同要将的瓦器摔碎。那人必用铁杖打破，就是那个打成。”人这个他就是那个怕那个大部人用那个铁杖，按照那个启示录，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2章第2你好像会对我说都是照声音讲，那刚从开始我说过了，必须要听那个限制的话，诗篇和那个律法也，那第26节到第27节，
那地上有种说，我命令到底，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第27节，他必用铁杖下关他们，将他们如同要和的挖起大的那个分数。这个你会这样子对我说，这个是要说的。我已经跟你说了，要说就被胜了。那这个要说就限制多，说过大。那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大本上了。如果说你说那要说没有被上了，你看上帝的话，按照那个上文就说了，今日我赏你。那他就是那个把人多用那个铁子打爆了。那到这里很清楚了，要说有存在了，那个上文就多有联系了，然后人多是神按照那个诗篇第82章第6节的上的时候，也是上的，就是那个上的附近嘛。那我们继续一下，为了强调话，我们看一下这个刚才那些话，我们看一下在那个新约创书那里，是不是真的？我们看一下怎么真正了。路加福音第1章32节。那个，假如以前那个先知说过了，我们看一下新约创书怎么真正了。这个就是在犹太的那个证明那里呢，犹太的证明就告诉我们，你要怀孕3次给他证明。他要为他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给他。路加福音第1章第32节，我们从那个第30节那里开始。路加福音第1章，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把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3次，给他赐名叫要说，他要为他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做大卫的位给他。那按照上帝的话，就大卫的位置给他。那这些话在那个新约这里多，就被真正了按照那个旧约那里，就是那个诗篇和那个先知都说了我们再看一下别的那个。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3章第17节，我们慢慢来，那你们能看得见，能看得到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马太福音第3章第17节，这个就是从那个顶上那里，从顶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所喜悦的。这个声音就是从那里出来了，就是那个从顶上那里下来了。那人多看过了他被受洗过的时候。那我们来看那个别的圣经呢，他是从那个证明就是那个从顶上那里。我们看一下
也是马太福音，但是第17章第5节，你们慢慢那个查一下你们的圣经呢。马太福音第17章第5节，他跟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呢，且有声音从云彩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呢，就大和那个大他们多，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就是那个他的那个门徒多纠正人过了，你们不可以抗拒。然后说我慢慢来给你们证明呢，因为上帝说了，他是我的儿子。这个上帝真的话有没有生儿子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那个证明呢，就那个天上那里。然后诗篇也说了，今日我生你，这些话就是为了他，你是我爱子，你信那个耶利米书和以赛亚书，为什么你不信那个亚胡书啊？因为亚胡书啊是至高的那个先知。人多信他，但是在以色列那里，当地人多不相信他，然后他们把杀掉了那个好这个那个先知。但是有一句话，有上文字说过了，他是我的儿子，他是爱子。如果你抗拒他不是先知，这个就别的事儿，因为他带下来好几个上帝的话。如果你放好大是先知，那你这个上文就说了，大是我敬爱的字，你们先听从大那里，因为所有的人都说了，先知要说也是先知，那你怎么说对这个一句话？今日我生你，这个证明就是从那个天上那里，你是我的儿子，那很清楚了，上帝的话就。真正了应验了。那我们来看别的上文字，我再备注一下，要说是至高的那个儿子，以路加福音第22章第70节，路加福音第22章第70节，有说在这里被调查了，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有说你们所说的是，我是上帝的儿子，他这些答复他们呢？那你们那里对了，他是先知搭配出来的，那他说了我是上帝的儿子，那你怎么跟说了上帝没有生儿子了？那你那里的那个一句话不可能啊！按照那个上帝的话，必须听从那个先知那里。有说也是先知吗？就是那个在那个以色列中间那里，他是至高的那个先知。如果你说要我说不是先知的话，这个就是那个别的事儿嘛。那
那在有说里内容，有什么真正的什么样的东西？因为所有的先知都在以色列那里就说过有说。那我们看下，他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但是今日我要上了呢。那我们就是那个要作证，按照约翰福音第9章35节到38节，第35节到第38节，约翰福音第9章。要说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你信神的儿子吗？大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要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在这里要说就主证明呢，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按照那个以前的那个先知的话，那他就是那个真正的上帝的那个儿子。这些话都就非常清楚了，他就是那个上帝的儿子，然后他也是以色列的先知。那因为先知多做过证明呢，这个上帝的儿子怎么来的？那要说来的时候，我们要强调画一下，他们那个以色列人那里有没有说过了？要说是不是限制？但是我来备注一下，因为他们犹太人那里说实话不相信限制，因为他们一说的话，就生产那个灾难啊、困难啊，那他们把杀掉了所有的那个限制。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要说被不被分类那个为限制带过来的话，就是限制他就是那个说过了这个地球会怎么样，到最后哪里呀？以后会有什么样的那个灾难啊？在那个上山那里，他把那个面包变成那么多面包啊，就是那个限制多做那些生计呀，就是哪个人背出来的，那要说不分类也是限制。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被不被分类？马太福音第21章11节，他们那个以色列人自己放到位了，限制不是我。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雅胡说那众人都说了，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呢，要说是先知，那这个是逻辑啊，要说什么就，但是先知人能分出来，他带过来上帝的话，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定好啊，为了大事限制，他带下来上帝的话，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限制。那个人都说了嘛，哪个人
带过来上帝的话都算限制。我们看一下那个申命记，我们看一下那个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那大家那个神那里教过人呢，带过来上帝的话，那大也是现在的。那上文就说了，那个众人说，大是那个至高的，用秘书的。亚巴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第19节呢，谁不听大分我们所说的，我必倒说的罪。那个第18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转给他，他要将我以前所吩咐的都转给他们。因为上帝的话在有说的口里面出来，那这个先知必须说出来，好像耶利米书、但以理、以赛亚，然后直到耶和华啊，那耶和华怎么是特别的？所有的先知都说过他那个上帝的话，就是他的那个具体的话，就在耶和华那里，按照那个马太福音第21章第11节，马太福音第21章，因为众人听讲话，就他们自己说出来，但是先知就是他们以色列人，众人说，那人民都说了他是先知，那没有人不可抗拒，因为那个以色列，他们以色列人都说了，因为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就是他，那他是先知。那你们看一下，他是特别的，人多跟随他，他把死人复活了，他做过好几个神迹，他也带过来上帝的话，他教人呢，真正的上帝是谁呀？那这些多证明呢，他是上帝。那我们看一下别的那个路加福音24章第19节，有说这个就是那个有说的话，什么事呢？他们问那个他的那个门徒，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和华的事儿，但是各向着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那众人做看见了，然后说定了，要说是一种那个全能的那个限制能力的，但是限制，然后带下来上帝的话，赐给众人多，但是那在这里有个证明了，有说是限制他说话都是真的，他说过了，我是上帝的儿子，对，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以色列人听见了他是上帝呀，然后他也把那个安息日践踏了，那人都要上击他，然后把他杀掉了。第一件事了，因为他说过了，他是上帝的儿子，意思就是那个他也是上帝呀，就是那个至高的那个限制在以色列那里。
哪个人带过来上帝的话，就是那个先知带下来过那么多上帝的话，那以色列人都说了，但是伟大的那个限制，他们那个以色列那里真的太坏了，因为一直杀了那个限制。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耶和华是上帝，他说了他是至高的那个上帝。如果说耶和华给他们介绍了他的那个能量啊，他们以色列人到那里说了他耶和华是先知，你怎么感觉了吗？我们看一下一个图片，按照那个上文这约翰福音啊，第6章第14节，约翰福音第6章第14节。约翰福音第6章第14节，众人看见耶和华所行的神迹，就说：“你们先定下，这正是那要到时将来的先知。”那人多信了，但是因为伟大的那个先知，那耶和华是至高的先知，他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以色列人多同意了。他说过了，我是上帝的儿子，你没办法抗拒。上帝父亲那个上了他的那个儿子，就他也是上帝，他也就说了我是神的儿子。下一课的那个题目就是那个要说真的话也是上帝，因为先知都说了，上帝生儿子就是他自己的儿子，然后他的儿子也说了我也是上帝，那很清楚了，上帝的儿子真有啊，这个就是要说，因为按照上文这今日我生灵外邦人都找了要说，就是那个现在我也教你们其他国家都这个就是那个至高的先知就是要说然后他说了我也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相信的话，大是先知你不可抗拒他不是上帝按照那个诗篇第82章第6节，因为上帝说了今日我上了你，那到这里我们看见了上帝上儿子了，真的他上儿子，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呢？他们以色列人那里一直不相信他们那个当地的那个先知，那他们就是那个一直反对要说，他们一看见了要说祖国圣经，就他们不高兴了，他们那个犹太的那个宗教领袖都不高兴了，那就把他杀掉了，因为他们犹太人那里不高兴，一看见他会做，但是这个不会把废掉要说的真理，他到第3天就复活了，你跟随他就你的罪被拿掉了，因为他的那个话有能力，那要说他是现在给你证明的第一个证人呢就是我，这个是特别好的东西那我叫你们在家里过来都要说一下吧，好吗？因为他非常非常好先照要说，那就这样所有的话都被真正了，那很清楚了，必须听从那个以色列的先知，因为以色列人多自己说了要说是先知，那按照那个摩西的话，我让他带过去我的话，
那有说做过这个事儿，那人多也看见了大师一个伟大的那个先知，然后他说了我是那个至高的那个儿子，他自己说了我是上帝的儿子，你没办法抗拒他，上帝让他说了这个那很清楚了，到这里上帝生儿子了，然后上帝的儿子也是上帝，这个不是谁呀？这个就是亚胡书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亚胡书啊是不是上帝？因为按照那个先知的话，我们做了那个证明了，那我们要证明一下，他是不是上帝这个那个为了下一刻的那个教导啊，我祝你们好，为了你们那个找我那个反过来找我说，你们说实话，你们有福了，幸福了，找到了那个拯救者，这个事情说实话真的非常好啊！你不会再犯罪呀，没有上帝就会那个拿掉你的罪呀。第一件事儿，在亚胡书啊这里，你不会再犯罪，也不会做坏事，那你说实话，有福了。那个幸福的话，不是在你的钱那里，不是在那个财宝那里，那个幸福的话在那里，你就变成不会再犯罪，那你有福了，不会再犯罪，你会有福了，在那里能找到，能得到这个好的事情呢，就在摇刷里。那你先找摇刷一下吧，你还没知道了。下一课的题目就是那个亚胡说是不是上帝？大是上帝，我们一块儿祈祷一下吧。非常感谢你，亚法父亲呢，为了你的话。你的话真的特别好啊，除了为你的话没有那么好。今天就是那个让人都知道了，要说是一个伟大的那个先知的，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做证人呢，他是伟大的那个先知，这个是重要的事情呢，应该要信嘛，因为要说什么都是真的，哪些人分好要说是先知从那个天上那里下来了，他们就那个就证明要摩西的那个话，所有的先知多上帝被他们摘来的，那从这里必须开始从亚胡书听说，因为亚胡书也是先知，因为摩西吩咐过了，必须要听从那个先知多，那你的证明真的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亚法父亲我求你为了祝福所有的话，为了带过来好处，那个他们听到的人那里，亲爱的亚法父亲呢，我求你为证明他们不知道不认识的那里，永远荣耀归于你亚法父亲呢，我奉耶稣名字，哈利路亚，阿门。那我祝福你们多，为了有所保佑你们，为了下一个的那个教导，下一次见。